各位兄姐，请用预备的心来准备今天的敬拜。哈利路亚！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有福了。感谢主，让我们在他律定的日子里齐聚在一起，为要得着他的教导与祝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圣工。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事工。今天是圣灵降临节，欢迎基甸会同工前来本会见证。今天中午1点，爱家团契邀请铭传大学骆芬美教授与礼拜堂分享时空走廊。下周主日举行圣礼典，请兄姐预备心领受圣餐。明天本会许牧师、苏娟会长老前往参加北部大会，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愿上帝安慰与医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念金句。在教会周报的第1页，我们一起来念2遍。罗马书12章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章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大能，让我们在圣灵降临节，存着感激与敬畏的心，来到你的殿院，接受圣灵的浇灌，重新得力，为要继续奔跑在你为我们所安排的道路上，丝毫不畏惧。主啊，谢谢你为我们赐下最好的国家防疫队，让我们的防疫工作成为全世界的楷模，更进一步让世人了解到台湾 Can Help 的意义。主啊，感谢你的带领，让士林教会的教育馆顺利拿到使用执照。接下来我们还有许多室内的装修工程，求您继续带领全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心协力，一如当年抬约柜的祭司在百姓的面前，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全国都过了约旦河。让我们教育馆工程的完成，成为我们齐心度过约旦河的试炼，让士林教会 Can Help 成为士林地区民众的祝福。我们也要用主所教导的主祷文，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在有新的一天，我们能够向这位做新事的神一起献上赞美。如果方便的话，我们邀请圣殿中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同站立，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赐下。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
新旧新地带，每天要赐下。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是做新事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地带，每天要赐下。事将要成就，哈利路亚。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将荣耀的掌声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哈利路亚！是的，主，哈利路亚！你配得我们的赞美，你配得我们所有一切的赞美。主，你在我们每一天每一日，甚至在我们还没有觉察的时候，你都充满着恩典，在我们的每日生活当中。主耶稣，此刻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求主你的圣灵此刻来到我们的心中。单单的来仰望你，神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神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是的，圣灵，我们渴慕你。神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神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圣灵，请你来。神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神灵啊，我
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主，我要追求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主，我敬拜你。我要追求你，主，我要追求你，主，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要追求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主，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主，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全能的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行新事的上帝。你在我们生命的每个阶段，你都为我们预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新的事。感谢你在你所定的时刻，让我们到你宝座前一起来敬拜。我们特别要恳求主，就像你所应许的，当我们寻求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恐惧，让所有仰望你的人领受你所赐的荣光。谢谢主，让我们在这过去几个月能够经历到主你特别的保守带领。我们知道这不只是给我们一个恩典，乃是要我们在这个世代做见证，见证我们是属上帝儿女的。我们也要将我们所领受的恩惠分享到我们的四周。愿主你的慈爱怜悯永远不离开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成为你所喜爱的器皿，保守我们今天的敬拜得着你的喜悦，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坦然无惧，与天父上帝亲近。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请坐。在过去这2个月，我们有一些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聚会的人数有稍微减少。不过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有一个名称出来，叫做防疫新生活。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间我们有的一些动作。我个人觉得，我们刚好这个机会开始一个新的励志。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有圣诗的话，你做礼拜就自己带过来。我们虽然前面都有公用的圣诗圣经，
礼拜天早上服侍的同工一样都会给他喷酒精，不擦哦，就直接喷上酒精哈。公用的圣经圣诗你可以放心的用，但是如果你能够带自己的圣经圣诗来，你在敬拜中间，你能够更进入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说，带上帝的话语来亲近上帝，来敬拜上帝。你带着上帝给我们的话语，就是圣经，来亲近上帝，来敬拜上帝。有些弟兄姐妹，去年我们佑心50周年的时候，你可能有拿到袋子，你可能也有很多其他袋子，你预备一个袋子，就单主日要到礼拜堂敬拜的时候，你就用那个袋子，要出门的时候把圣经圣诗带着，那个就成为你专用。这样的话，我想也是黄奕新生活中间，我们立心志在上帝的面前新的志向。立一个新的志，在上帝面前讲，我要提你的话来敬拜你。到上帝的面前来，就我们不知道上帝他跟我们讲了什么话，那就可惜了。这是今天我们特别大家一起分享啦，也特别有一个邀请我们第一场礼拜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渐渐恢复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第一场礼拜，你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在3月、2月以前，前年这2年。第一场礼拜来招待，常常是很年轻的少年团契，高中生或国中生。我们现在要做个调整，所以我们邀请第一场礼拜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找个20分钟来，8点40分来，跟我们服侍同工一起祷告，然后就像刚刚你在门口你碰到的招待的同工帮忙量个体温或喷个酒精，你愿意这样服侍，到9点10分这个时刻。执行的长职就会邀请你进来敬拜，就是你会8点40到9点10分在那个地方，愿意一起服侍招待的话，等一下礼拜完在招待桌有一张就是第一场礼拜的招待邀请，你可以签名在那个地方。我们的关怀事工部招待同工会陪伴我们做一个简单的 orientation， 一起参与在第一场礼拜的服侍招待，传福音宣教。从接待开始，还记得吗？几年前的一次讲道，我用这个题目：你要跟人家传福音，要跟人家做宣教，其实有时候就不知道怎么讲。最简单的方式，从接待开始。当你有机会做接待的时候，那个就是你宣教的第一步。所以这是邀请大家一起来的。也因为这样，我们在特别提到说，带着上帝的话来敬拜上帝。那我们今天感谢主，有基甸会的同工在我们中间，要一起来分享基甸会的事工特别是在圣经，我们请洪长老安家昂丁友来请洪长老来基甸会在这世界已经超过100年了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跟我们分享这个基甸会的事工安家昂丁友。标志就是我们要光要放在台上发光不要放在斗底下这也是耶稣的教导。那基甸会成立到今年有121年，从2个人开始，从2个美国人开始，因为他们在这个旅行的时候住在同一个饭店，因为饭店都没有了，所以2个就住在一起，不认识，但是都是单人床。到晚上的时候，一个在读圣经，一个在祷告，所以2个才发现你也是基督徒你也是基督徒你哪一个教会哪一个教会。那这时候呢，上帝的灵就感动他们，要成立一个机构在美国的这个旅馆里面来放置圣经，因为美国的篇幅很广大，所以你如果出差，你带了一本圣经，还有他的行李实在是非常重，所以这2个里面只有一个有带圣经，所以上帝的灵就感动他们，而且以基甸会的名字感动他们，又用这个名字，因为基甸是一个勇士在圣经里面的描述士师记里面有讲。那
他们终于回去告诉各位，他们要成立这个机构，是不是来参加？那每一个人说很好很好，这个是大使命，我们一定来。结果来了几个人呢？来了3个人，只来个3个人。如果像我的个性，我们就 game over 了，不用再玩下去了。但是3个人还是坚持这个会议的程序开会，甚至于选出会长、副会长、书记。左右边就是会长、副会长，中间就是书记，他们还是这样子。这样子经过了121年，从美国3个人开始，到一个国家，到现在有201个国家，从3个人经过121年，一共在全球有26万的人。那台湾是64年前，美国人拿了一些美金。来帮助，因为台湾那时候还非常的落后贫穷，来帮助我们成立这个基甸会。那基甸会只要我刚刚讲的，就是在教会在那个旅馆里面来赠送圣经，这个是美国的总部在这个一个格利亚的一个办公大楼他们捐献出来，那我们成为一个总会。那我们只要是在旅馆赠送圣经。但是我们这个事工就一直开拓出来。我们到旅馆赠送圣经的时候，大家有看到我们在那个摆了圣经，摆了一个十字架一个十字架在那边赠送圣经。但是神就感动我们可以到教会去见证，然后可以更多的奉献，不只是在这一个饭店里面。我们也到学校里面去赠送圣经，我们也到医院，这个就是我们姐妹到医院去郑重给医护人员，还有那些医生甚至于里面的病患，在马偕医院1年差不多来了要了差不多4000多本，所以你们到马偕医院的话，你会看到他们的那个柜台里面，还是那个置物处的时候有圣经在那上面免费赠送的，这个是在医院去送给那些护理的人员。那最大的合场我们是送到学校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年轻人，我相信你们很多人第一本圣经是在学校的门口拿到的，这个是我们基甸会送的，它上面有一个基甸会的那个 logo 这个。那我们除了在学校在医院，我们也有在金钟。我现在手中拿的这一本就是在金钟的迷彩本的。我们在10多年前，我们就一直在开拓金钟的合场。我们把圣经刚开始实在是非常难打开这个合场，因为军队里面非常封闭，但是我们有爱主的这个退伍的这些弟兄，他们愿意来，所以经过10年我们1年有365天我们现在进入金钟已经有400多场了。上帝就这样开路，从空军开始，然后在陆军、海军还有陆战队、海军陆战队，还有替代役我一次在坐高铁的时候碰到两个阿兵哥在聊天，然后当兵非常无聊。我心里在想，你们现在才当4个月，以前我们都还要2个月、2年、3年，你4个月，对不对？还有的才当4天呢他说那有什么书可以读？那一个阿兵哥就从背包里面拿出这一本迷彩本的，我们这一本是专门给金钟用的迷彩本的。他说这一本书非常好，这本书就好像人生的 GPS， 因为我们基甸会的圣经是新约的，还有加上旧约的箴言跟诗篇，但是我们特别有摘要在这个你碰到恐惧的时候，你碰到忧虑的时候，你碰到冷淡的时候你碰到思念的时候，兵变思念的时候，你要读第几页、第几章、第几节，他都跟你写得非常清楚。他说这一本书非常棒，你没有拿到吗？他说有，我都没有在看，我回去要看了所以这一本已经成为我们军中的必备品这边当兵的知道除了钢盔、X 腰带、长筒皮鞋以后，每一个都赠送一本基甸会圣经。我们派最好的讲员进入这个军中里面做演讲。甚至于在这个疫情很严重的时候，他们每一次都是600人来听，现在变成6场了，改成6场，100人以内这样来听这个演讲所以上帝就很奇妙的帮我们台湾的基甸会打开了这个合场。这个是在学校的那学校的小朋友有他们也是
很喜欢这个迷彩本，所以我们送给他。那这个是送到监狱的。那监狱的时候，我就要做一个见证。我不知道上次来的时候有没有做过哈？监狱，因为你在监狱的话，一般现在台湾最多的就是烟毒犯。那我在10多年前，我是台北特区理事，我们台北特区一共有9个支位，我们在天成饭店办一个这个会员就是台北特区的会员大会，我邀请了这个更生人就在监狱里面信主的，他们出来以后生命改变的人来做见证。那一天有一个叫辉英的老大他是混帮派的。恰龙恰红这个都刺绣很多，连脚都是他在上面弹吉他，哇，那个歌声非常感动人，分享他的见证。旁边就有几个陪演就来这边陪他，一个坐在我旁边，我问他说：“弟兄你怎么来信主？”他很尴尬，很不好意思，说：“你要听吗？”我说：“当然，见证很好，你是不是可以讲一下？”他说他是烟毒犯，所以到金钟的时候。他的毒瘾还是很重，但是没有办法吸毒，但是可以抽烟，可以到去用地下的方式去买那个很贵的香烟其实香烟是很便宜的就把它拆开了拆开用那个报纸包起来这样抽，因为它烟瘾很重。但是报纸的话抽起来又很香，又很辣味，又那个油墨的味道很重。所以，当我们基甸会去送圣经的时候，他发现基甸会的圣经纸是薄薄的圣经纸，又香香的，我就知道他在讲那个，他就把这个拆来撕掉，然后呢，本来是用报纸一根的话，才可以剪成3根烟就他们叫做老鼠尾巴，他可以剪的5根又帮他省钱又香香的。我说老兄你帮我撕了几本？他说撕了3本感谢主，这个1本50块了。各位弟兄姐妹，150块抢救一条灵魂，值不值得？非常值得。我说那最后你怎么来信主的？他说因为他在撕的时候，很多人看不下去了。他说伊甸会所以伊甸会比较有名，所以他们寄到伊甸会。所以我为什么要为基甸会来广告？这个是基甸会，其实是基甸会。人家送的圣经，你也要看，多多少少看一下。当他打开圣经来读的时候，圣灵就亲自动工了，就让他读到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各位弟兄，这是他的见证，是我亲眼听到的、亲口听到的一个见证所以这一本圣经可以改变人的生命这个金钟的。其实金钟的见证非常多，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讲那你看金钟阿兵哥我们的讲员非常有智慧的因为我们去发圣经的时候，有一些长官他会阻挡那我们就很智慧的跟他讲说，因为我们要带他们唱出爱的真谛，因为我们这边里面有印爱的真谛，还有活出生命的色彩，还有爱我们的家，都是很正面的诗歌。所以我们必须要花这一本给他们，这个我们用这个。我们讲员也有说，你们翻开第几页、第几章、第几节，就是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你看，今天我是长官的话，你在教导我的兵要规规矩矩，你看他一定非常高兴，非常欢迎我们的讲员就是非常有智慧，所以他们说到这本书的话，真的都非常的高兴这个左手边这一个。弟兄是小儿麻痹的，我们的会员，他是牙科医生因为我们缺讲员他说没有关系，我就放弃我这个看诊的机会，我来参加这个金钟的演讲。你看他这样他颁奖给他所以我们跟金钟的关系非常好，甚至于他们现在把圣诞节有一些队长有一些营区的长官说，听说圣诞节是你们耶稣的生日，你们能不能过来帮我们办一些圣诞节的节目？我们求之不得所以我们就去联络附近的教会，把你圣诞节要表演的节目先来金钟预演大受欢迎了所以这也是上帝开的路。那我们的圣经除了在本国的话，我们也送到这个海外去，我们也派人去参与国际的圣经。这个是我们的前理事长永光的现任的董事长到肯雅去赠送圣经。你看他们都排队了来领这个圣经
那这个我们这个弟兄哦，这个半年前我才邀请到我自己的大同教会去见证，他智慧到非洲去2次赠送圣经，因为他这个都是他的粉丝，你看哈，他送的非常高兴，抢救了很多的灵魂哈，这个都到非洲的哈。这个就是我本人在台湾灯会我们圣经的版本很多种，像这一种的话就是中英的对照，我们把它印成牛仔版，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我们也在台湾，我们也有印这个我们也有进口这个印尼文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如果有印尼的朋友、外籍的看护的话，我们外面有版那个印尼文的。我好像也有带一本越南文的好几本我们也有那个大字本的，给年纪比较大了，你如果要赠经给你的亲人的话，后面你都可以拿所以我代表基甸会来这边谢谢各位因为你们的奉献就如同一颗福音的种子一样，抢救了一本圣经就代表一条灵魂谢谢贵教会给基甸会奉献祷告，也有机会来这边做报告谢谢。我们谢谢洪长老的分享，真的是上帝的话是我们生命中间最重要，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他是我们生命的粮。所以我们这时候要请柯基牧执事带领我们来看圣经约书亚记3章14节到17节。百姓起行，离开帐篷，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在百姓的前面。那时正是收割的日子，约旦河的水涨满两岸。抬约柜的人到了约旦河，抬约柜的祭司脚一入水边，那从上往下流的水就在很远的地方，在撒拉旦旁边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竖立成垒。那往亚拉巴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中断。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了河，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稳稳站着。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全国都过了约旦河。接下来正道，我们请以文传道来，题目是全新的体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圣灵降临节哈，然后也称为五旬节，所以我们一起来念一段记载在《使徒行传》2章1到4节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圣灵降临节是它在圣经中怎么记载。来，请。这一段记载是在讲到耶稣复活后的第50天哈，然后那一天的门徒们他们聚集在一起，同心祷告，圣灵忽然降临在他们当中。所以这个原本这些门徒们他们是非常担心、害怕、恐惧，然后在这个犹太人罗马政府的逼迫下，大家四散。可是，在这一天，圣灵降临，充满他们，让这一群恐惧的门徒，他们转变为为主勇敢做见证的门徒。当天受洗的人约有3000人。圣灵不但会赐给个人，他也会赐给群体。教会就在这一天，在历史上的舞台就开始了。所以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他们原本这个圣灵，这个灵这个字，在希腊文是用 pneuma， 在希腊文是用 ruach。它这个原本的这个意思，除了灵以外，它也有风，也有气息，还有代表生命。所以当创世纪上帝用创世纪用尘土造亚当的时候，他把气吹到亚当的身上，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体，的神活人。上礼拜牧师也提到，尼哥底母在晚上的时候去请教耶稣，什么是重生？最后耶稣告诉他，就是要从圣灵重生的意思。
所以圣灵是一种可以使万物更新的力量，它会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有新的特质。同样，它也会不断更新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有新的意向，有新的事情，一起不断的更新。所以上礼拜牧师介绍了这个全球化的圣经诠释学哈，我记得这个我不知道大家那一天听觉得怎么样？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真的是听得母煞煞哈。然后为什么圣经里面还有分里面的世界、后面的世界、前面的世界？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种东西。然后老师就说没有关系，你们慢慢来，慢慢练。有一天你们如果当发现你们的教会大家查经读经的时候，可以用这样子的眼光、这样子的方式来读圣经的时候，表示你把教会牧养得很好。所以我们教会是很有盼望的，牧师非常的有信心，然后把这个在我们神学院来讲，我觉得是蛮困难的诠释学，然后可以在讲道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所以在读圣经的时候，的确可以用这3个角度来读。你在圣经里面的世界，你可能是要去了解这个文学背景，了解这个当地的地理环境，然后你也要试着用圣经后面，好像这个时空走廊的门，这个圣经的后面就是我们当年的摩西啊、约书亚、耶稣他们的故事，然后你要去了解他们当年有什么历史脉络，有什么政治问题，有什么经济问题。然后你读完圣经，你要回到这个时空门的前面，回到我们本身每一个人，你要回想，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现在的个人的生命体验是什么情况？这一段话，上帝的话语在跟我们怎么对话哈？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来用这一段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来看约书亚记3章这一段经文哈。所以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百姓他们准备离开帐篷，要渡过约旦河。这个时候，抬约柜的祭司走在前面，然后为什么经文要说到在收割的日子，约旦河的水是涨满两岸的？然后抬约柜的人一到了约旦河前，抬约柜的祭司脚一踏到水边，水就分开。我们在读这段经文，如果你这样读过去就过去的话，可能就会少了一点。刚刚老师说可以体会到很多的东西哈，所以我在读的时候，我就会想说，那约书亚记的作者是谁？我们都简单的说就是约书亚。可是最后如果你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记载到约书亚死掉，活了110年。那如果这书是约书亚写的话，那他怎么可能又自己死掉以后还能够写下最后这一段呢？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去了解、去想象的话，你会发现圣经每一卷书其实是经过很慎重的编辑跟去安排的。所以像刚刚这一段，你看它从水往上北边往南边流，然后这个约旦的水就在很远的地方，在撒拉旦那边旁边的亚当城停住，竖立成垒，然后那个继续往亚拉巴海，就是往沿海继续往南流下去的水就全然中断。那如果你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想说，这个亚当城在哪里啊？撒拉旦在哪里？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疑惑的时候，你去翻一下圣经的注释书，或者我们现在有很多注释就在圣经下面的版本的圣经，你可以去查查看。像我就会想说，约旦河多宽多深？那撒拉旦到底亚当城他们在哪里？所以你如果去翻那个圣经后面的地图，你会发现，那个百姓他们从什亭这个旷野准备要渡过约旦河，从东边到西边，耶利哥城在对岸。好，然后这个撒拉旦跟亚当城，哇，你看这个图其实是在20公里远的地方。所以当年发生这个事情，祭司的脚一踏到水里面的时候，那个水停住的时候，其实他们是看不到远在20公里处的这个撒拉旦或者是亚当城，这个水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个很明显是后来经过编辑，后面的人去了解说，原来当年我们正在要凭信心踏入约旦河的时候，远在20公里外的水
不知道上帝用什么方式发生，可能是有石头落下来把水暂时挡住，在20公里外就预备了，而且那个时间要算得很刚好哦，这个水流20公里可能需要几个小时以前就开始发生，所以上帝的神迹就这么奇妙的在20公里以外就先为他们开始预备。当他们凭着信心抬着约柜，脚一踏上去的时候，刚好在石亭，在耶利哥城这边的水就停住了。那如果你现在去看，因为透过网络非常的方便，我们去 Google 一下约旦河，我就找到这张图。现在约旦河是非常重要的施洗的地方，有很多的基督徒或犹太人，他们去约旦河去观光的时候，还会顺便安排这种受洗的旅程。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在约旦河受洗的。约旦河有非常多的跟圣经的故事，像乃曼大将军，他为了医治他的这个麻风病，他也是去先知叫他去约旦河洗澡这样子。所以这个约旦河是一个非常重要，对于以色列他们文化、经济或是生活上非常重要的一条河。那我们来看，它其实不宽10几公里，它宽100公里，然后长100公里，宽几十公尺，然后据这个网络上的现在它的深度大概是从1公尺到3公尺，甚至有时候在干水期的时候，我们看我们淡水河，我们常常经过士林桥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其实下面好像都是芦苇，都是草，没有什么水，所以在某些干旱的时期，其实你找一些比较干的地方或是比较浅的地方，直接是可以过去的。可是我们回到圣经，刚刚讲说是什么？在收割的时候，水最多的时候，这是3天前，上帝就透过启示告诉约书亚说：“你们要用这一天来过约旦河。”所以我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如果以人的角度上帝要我们渡约旦河，没问题啊，我们就来找一个水最少、然后最干净、最方便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大军过去，不是我们会最方便吗？可是上帝却吩咐了一个用人来想象的时机，是非常不好的时机。为什么呢？我们待会在第2点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来讨论哈。所以在摩西这个刚刚介绍这些地理历史或者是这些文学的背景，就是所谓在圣经中，就是这个文字代表的意思哈。那我们现在要退到圣经后面了，我们这个时空门，我们要进到摩西、进到耶稣亚他们那个时代，我们要去想象那时候的历史背景，那时候的文化是什么。我们知道摩西带着第一代的百姓出埃及，他们后面有追兵，上帝为他们把红海打开，他们这样子顺利的在上帝的带领里底下离开了埃及，成为新的百姓。可是这一代我们知道第2代的约书亚跟这个第2代出埃及的百姓，他们没有他们父亲阿公这些被红海经过，然后后面有追兵的这些经历，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信心，可能他们看过这个云柱，看过火柱，也吃过玛瑙，可是这个40年前这个分开红海，这个这么震撼的跟上帝面对面，上帝亲手带领他们的事迹，对他们来讲好像真的变成故事。所以这个第2代的百姓跟约书亚，他们的信心需要被坚固，他们的这个灵命需要被更新，所以再一次，上帝故意选了一个艰困的时间，让他们超过人所理性可以决定的这个时间点。上帝说：“我们在这个时间，在最难的时间，水最高3公尺，游不过去；水最多、最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过去的时候，我会为你们预备，带你们过这个约旦河。”所以，我们如果了解，因为原来经过了40年，约书亚跟第2代百姓，他们需要跟上帝有这个新的关系，所以这可能是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那原来这些有很多的记载，好像就变得比较了解，会有更多的体会。而且我们看到3章5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使自己分别为圣，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我们当中行奇事。”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前面的百姓有摩西颁布10诫，有利未人把这些律例典章不断的告诉百姓。可是到第2代基督徒的时候，这个
这个习惯或者是这个记载可能开始变得比较弱，所以上帝透过约书亚再次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记得，你们要分别为圣，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成为圣洁的，成为我的子民。所以上帝不断的在跟每一个世代的百姓要做接触，要做面对面的更新。这可能是圣经后面当时这些百姓他们有的景况。然后我们看到记载，在渡约旦河之前，耶稣亚就已经吩咐各个支派要派一个人去找一块石头预备着，然后我们经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后来他们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找一个石头，后来发现这个河水分开，所有的百姓在水最急的时候能够走过这个约旦河，然后那一块石头就发挥功能了。约书亚要把12支派，每一个支派说，把你们选的石头立在约旦河西岸，然后之后以后我们再经过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你的儿子跟你的孙子说嘴说，这里就是老爸当年这样子很勇敢踩下去3公尺的水，然后水就分开来，让你们见证到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这个石头有这样子的功能，要让这些百姓可以记得上帝与他们同在的记号。所以这个是圣经后面的世界。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回到圣经前面，在圣经前面我们每一个人的景况的话，我把它分成2个，我先做一些个人的体会来分享。我们在教会界常常有这个1代兴2代旺3代无明，然后第4代就是牧师要找你聊天的时候，你就说拍谁不是我无赢哈，然后到了第5代的时候，可能这个偶像摸触根哈，所以这个情况我不知道现在长老教会应该到第6代、第7代，如果我们用这个150周年的这个年龄来算的话哈，各位不知道在你的信仰，你觉得你是第几代基督徒？其实我如果这样子按照这样子年份算起来，我是第5代，所以我家里应该是满满的偶像哈。那其实没错，我后来回想，我家里没有那种实体的偶像，可是我个人的生命其实曾经充满偶像。我对于追求学问，对于追求物质，对于追求我的声望，其实那些东西，对于生活的舒适享受，这些东西可能都真的成为我的偶像。所以我们在取名字的时候，摩西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当时法老王在屠杀所有的犹太婴儿的时候，摩西因为他的妈妈还有姐姐的帮助，他被放在这个芦苇边的船里面，然后被法老的女儿所救起来。那耶稣亚又是什么意思？耶稣亚是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所以在我们的名字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它有很多我们的信仰的意义，或者是一些期待，我们会把它放在我们的名字里面。最左边这个郑君芳，是我的阿公，那他是在2岁的时候跟我的太祖一起受洗。那时候圣灵充满，宣教士传到院里这个地方，我的太祖他那时候有吸鸦片。可是他听到这个福音，他整个人恍然大悟，想说这个信仰就是我等了一辈子的东西，我一定要受洗。可是当年的宣教师说不行，我们在有抽鸦片的人不行。他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自己的意志力，把鸦片戒掉，然后带着他的儿子、孙子，我的阿公3代一起受洗。然后我的阿公为我的爸爸取名为苇舟哈，这个苇是什么？芦苇做的舟，所以这很明显吧？什么意思？他希望我的爸爸像摩西一样，是可以有拯救百姓。因为他本身也是被上帝从水里拯救出来的。又到了我的3个小孩，艾文、爱心、知安，已经讲好几次哦，大家知道他们的名字，因为我有文，我的太太介文也有文，所以我们当时去报户口的时候，我写艾文，然后那个户口小姐看到艾文的名字说：“这跟你的名字重叠，你确定吗？”然后她再一拨看到介文的名字，哦，我懂了。所以我们是3个文，是希望有彼此相爱的意思。
而且我更进一步的觉得，我们今天说要更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在英文里面是用 word 这个字，太初有道，道成肉身。这个道在英文里面是用 word 就是什么？上帝的话，上帝的文字。所以我也期待艾文他可以喜欢上帝的话语。到了爱心，因为上帝的爱，我们非常的欢欣；因为有上帝的爱，我们非常的喜乐。到了资安，希望我们要知道你是耶和华，希望你要记得要安静，该安息的时候，你要守圣日，守安息日为圣，有一个跟上帝非常亲密的关系存在。所以这也是我个人在读经的时候，我会有这样子的体会。所以兄姐，我们回去在读经的时候，你试试看，读慢一点，透过圣经中，可能翻一点注释书，或者是手机上网很方便，看一下这些历史地理的背景，然后回想一下当年这个记载这段文字的时候，它的景况是什么。最后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个人的感受。另外，除了个人的感受以外，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是教会，我们在互为肢体，我们共同有什么的感受？我不知道60年前的长老士林教会在田埂当中，我们大家都记得这个福音听了100年福音种子的这个砖块，用牛车拉到士林国中那边，然后大家排成一排，一块一块的把砖头传过来。我不知道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故事，还是当中我们还有一些长辈当年真的有一块一块的这样子传过这个砖头。我在想，传过那个几万块的砖头，这样子传到教会的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地方，然后再看到哇，礼拜堂盖起来，当年献堂60年前献堂的时候，自己搬过那个一块一块砖头，然后看到教会被建立起来，我觉得那种感动，那种兴奋，那种跟上帝同在的感觉，我相信会非常非常的强烈。可是对我们现在的人，哦，对，阿公那时候有这样子自己搬砖头，那个感受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了。这个就是当年这个马街在台北神学校他们用的砖头都有一个 S， 我们还留了好几块这个比较完整的，然后将来在我们的教育馆，我们会有一个展示的地方，让它陈列出来。大家还记得我们的礼拜堂后面那个2楼的教育馆，然后我们画了一个设计图，然后我们特别是从砖头在这个里面看出去，看到我们的教会，看到我们的教育馆，后面还有彩虹。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张照片，在捷运上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盖起来，我们的礼拜堂里，我们的教育馆好了。你看到我们现在从下面，我们等一下做礼拜出去，你可以看我们的教会。我们当年好几年前的这个设计图，现在真的在我们面前。接下来我们有很多的装潢验收的工程，我们可能要把办公室很多资料迁移过去，各个楼层可能需要打扫啊，可能需要有大家去测试一下，这边哪边可能需要再维修一下，或是哪边需要整理一下，然后我们各个服饰招待都有需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再一次感受到圣殿在我们当中，就在我们旁边，上帝又一次的在跟我们建立新的关系，要让我们每一个世代都跟他有亲密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回去有没有仔细看过我们的周报，我们周报最后一页的上面有很多的服饰。牧师刚刚讲的宣教从招待开始，有诗琴，有视听，有投影，有插花，有好多的服饰。我们是不是有去问过办公室说，其实我也可以参与什么服饰？然后我们下面有20行，我们的主日礼拜，我们的各个团契、各个小组的聚会时间，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哪一个小组、哪一个时间是我可以参与的？我们把自己分别出来，摆上在上帝的面前，跟着上帝一起同工。我们教会的意向，建堂建人，建堂已经差不多了，我们的人建得怎么样呢？我们的学校，我们4个方向的意向，要成为学校，要成为医院，要成为家庭，要成为军队。我们这4大块的方向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明确。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也认真的思考，
透过经文回到我们现在的处境，我的生命境况如何？我可以跟上帝重新建立了关系吗？不管我的家族是第几代的基督徒，我都立志要成为第一代基督徒，我要成为上帝的子女，不是上帝的孙子。那我们的教育馆完工的时候，上帝应许我们成为社区的祝福，我可以怎么样的参与在其中，有份于上帝的祝福，让我们也成为见证，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信实又奇妙的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应许永不改变，我们可以安然的信靠依靠你，因为你是做新事的上帝。我们的生命得以从圣灵重生，有着无限的可能。谢谢您，让我们透过历世历代的见证人，我们认识主你丰盛的恩典，又在我们新的每一个世代中，你让我们经历你全新奇妙的引领。主，谢谢您这样子的疼爱我们的每一个世代，让我们每一天都有全新的体会。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邀请方便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同站立，用这首诗歌一起来回应。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赐下。你是做新事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赐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我们在一起唱。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哈利路亚！我们一起预备新奉献。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
纵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为要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全能的父上帝，虽然世界的局势诡谲多变，全球百姓面对许许多多的疾病的挑战，也面对许多政治上的一个斗争，但是洪水泛滥之时，主上帝，你安稳在宝座上，你的圣灵要带领给我们全新的体会，有新的生命，新的盼望。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照着你所应许，让我们能够得着平安、智慧、力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与你们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请坐。在幕后的诗歌之后，我们互相请安，平安。你爱使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气息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